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10月1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9篇，耶利米书50章第1节到第7节，17节到20节，路加福音第22章39节到4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警醒祷告。祷告是基督徒与上帝谈话，是向上帝祈求恩典、赐福以及保护的一个方式。祷告基本上是与上帝建立亲密关系的一个方式，就如同我们跟人的交往，这也是我们与天父上帝交通建立一个关系的方式。同时，这也是基督徒在面对危急、困苦的时候的一种力量的来源。在生活当中，我们如何保持跟上帝持续而亲密的关系呢？就是透过祷告，透过读上帝的话语，特别是针对因为已经背离上帝又被掳到巴比伦这些以色列人来说，如果他们能够回转跟上帝对话，持续祷告，祈求上帝兼顾自己的话，那就必然会改善他们自己所面对的那个现况，就是那个困境。恢复跟上帝的关系，上帝就会成就他的一个应许跟预言，就必会赐下保守跟看顾。无论什么时候，无论什么境况，都将会有上帝的同在。耶利米先知曾经传递上帝的旨意，上帝预言说，以色列人将要被掳到巴比伦，并且居住在巴比伦70年之久。70年到了，上帝就差遣另外一个强权来击败巴比伦。上帝实践了他的预言跟应许。圣经的记载关于巴比伦城和他的居民，上主对我这样说：要向列国宣布消息，发出公告，要发出信号，公开传播。巴比伦陷落了，他的神明马杜克被粉碎了，巴比伦的偶像蒙羞受辱，可憎的神像被摔碎了。有一个国家从北方来攻打巴比伦，使他的国土荒废，没有人能居住，人和野兽都跑光了。以色列人如何能够知道上帝的作为呢？其实就是透过跟上帝建立的亲密关系。我们说，基督徒是透过祷告来领受上帝的同在与保守，并且明白上帝的旨意和作为。上帝应许说，到那时，以色列人和犹大人民要一起起来，边走边哭的寻找我，他们的上帝。他们要寻找往西安去的路，朝着那一个方向走。他们要跟我订立永远的约，永不背弃。
我的子民很像迷了路的羊，他们的牧人使他们在山中迷失，从一个山岭流落到另外一个山岭，找不到自己的羊圈。凡遇到他们的都吞吃他们。他们的敌人说，我们这样做并没有错，因为他们得罪了上主。他们的祖先信靠上主，他们也应该要对上主忠实。信靠上帝就必得救，因为上帝透过先知耶利米告诉以色列人的应许，将要被带领回归。上帝这样讲，以色列人像被狮子追逐驱散的羊群，亚述王先吞吃他们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接着啃他们的骨头。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要惩罚尼布甲尼撒王和他的国家，像我从前惩罚亚述王一样。我要领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土，他们将吃加密山和巴山的土产，享受以法莲和基列一带出产的五谷。到那时，在以色列寻不见过犯，在犹大也找不到邪恶，因为我要赦免我所宽恕的那些存留下来的子民。我上主这样宣布了。信靠上帝要如何做呢？耶稣基督在面对困境的时候，他总是会退到山上去祷告。当他面对死亡的威胁的时候，他退到了橄榄山去祷告。他向天父上帝祷告说：父亲啊，若是你愿意，就把这苦悲移去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而是要成全你的旨意。如果在面对苦难的时候，我们的祷告却是这样子的：上帝啊，求你拯救我们啊，但不必按照我们的需求啊，只要顺你的旨意啊。就有人会说，那这样还要祷告吗？耶稣基督在祷告之前就告诉门徒说，到了那个地方，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要祷告，免得陷于诱惑。诱惑是什么？就如同耶稣基督他禁食了40天以后，撒旦告诉他的，将石头变为面包吧。撒旦又说，跳下去啊，因为上帝会保护你。或说，向我跪拜，就可以得到全世界。这样的诱惑都是你求我，我就给你生活顺利。这种标准呢，就是跟撒旦在做交易了哈。还有什么样的撒旦诱惑在我们周遭呢？在生活当中有许多的撒旦的诱惑。基督徒如果靠警醒，就必能胜过。靠主警醒很重要。所以说，装睡的人就不行。装睡的人就失去了上帝的保守。前2天因为台风的共伴效应，造成了北部、东北台湾下起了雨暴，使得许多地方呢产生了严重的土石流，还有淹水的情况。台北市和新北市市长双双出外助选，这种完全对这种灾难没有警醒的领导者，
就造成了人民的损失，在生活上，在信仰上，更是如此。基督徒需要时时的警醒祷告，这样上帝就会时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给我们一些警讯，让我们得以脱离险境。耶稣基督说：你们为什么睡着了？起来祷告吧，免得陷于诱惑。以色列啊，诗篇129篇，以色列啊，你说吧，从你幼年以来，仇敌怎么样迫害你？从我幼年到现在，仇敌残忍地迫害我，但他们没有胜过我。他们在我背上留下深深的伤痕，像农夫挖了一条又深又长的犁沟。但是上主公义，他从奴役中把我释放出来。愿那些憎恨西安的人都蒙羞退败，愿他们像长在屋顶上的草，还没有长大就枯干了。没有人要去收割，因为捆起来不够一把。没有一个过路的人会说：愿上主赐福给你。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恳求慈爱的上帝帮助我们在生活中不至于跌倒，入了撒旦的计谋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透过我们诚心警醒的祷告，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